咱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正式的现场投票，伫咧台湾时间的初五开始进行。这届的选情真紧张，尤其是关键摇摆州是真歹看出输赢，而且用家的选票数量增加，可能会互开票甲验票的时间纠加愈长。进前伫咧2016年是到过当天的透早3点才确定 Trump 当选。2020年的时阵 ，Trump 搁再参选，煞是因为种种的争议，过4天才知影结果。因为这届大选预告上紧伫咧台湾时间初6的下晡以后，就会当知影谁输谁赢。伫美国纽罕舍州北边，我加拿大边界小镇 Dixfield 山口，总人口无超过10个人。所以投票日刚出来投票的选民，嘛敢若6个人。开票的结果随出来，何锦丽甲川一人摕3票，2个人无输赢。啊，毋过放大到规个美国，就毋是安尼咯。根据各媒体整理的时间表，最后一个投票所截止的时间，差不多是台湾时间初6下晡2点。要若什么时阵会当完成计票，通互各媒体来推算所摕到的选举人票数，来决定后届谁当选，这就真歹估计。英国广播公司 BBC 以最近几届大选做例，2012年奥巴马连任是美东时间投票日当天半暝进行，形势都真明朗。2016川普顶届的胜选，嘛是过当天透早3点才知影。要若充满争议的2020大选，媒体预测的结果是过4日才出现。当然，后续的法律诉讼，甲过当年正月初6国会山庄事件，路长的过程，变作川普这摆选情最后做势的主题。For future elections, I won't be even a part of it. But you ought to damn well go to paper ballots. You ought to go to voter ID. And you ought to have the election over by 9 o'clock. I'm hearing now they're going to take weeks. Can you imagine? They spend all this money on machines, and they're going to say, we may take an extra 12 days to determine. 川普最后做势宾州。每一届大选拢互当作是输赢必争之地。除了你是来做势场合，川普暗时继续开讲，除了为后生新妇做伙，嘛有找出名的电视甲网络节目主持人来赞声，强调川普才是真正保护女性权益的政治人物。He will close the border. He will keep the boys out of girls' sports and where they don't belong. 无论投票的结果当时公布，2025年正月初6。新选出来全数435个众议员，甲改选30席了后，总数100席的参议员会按照程序举行联席会议，确认总统选举的结果。公视新闻徐家人编译。